學校嘅親子旅行會喺12月5號舉行。一年級會去屯門公園，集合時間係上晝8時30分，到校時間係8時25分，放學時間係下晝1點半。二年級係去佐敦谷公園，集合時間係上晝8時30分，到校時間係8時25分，放學時間係1時30分。三年級係去馬鞍山公園，集合時間係上晝8時，到校時間係7時55分，放學時間係下晝1點。學校旅行嘅目的係想同學學習自律盡責，學習善待身邊嘅人，學習互助，學習組織、分工合作，學習做良好嘅公民，學習保護自身安全，同埋喺親子旅行建立更緊密嘅親子關係。去旅行想玩得開心又放心呢，咁同學就要注意以下事項啦。第一呢，出發前嘅準備啦；第二，旅行進行期間啦；同埋第三，突發事件嘅處理。首先，同學要留意天氣狀況啦。預測12月5日嘅氣温呢係18至23度。喺旅行當日呢，同學係需要着學校嘅運動服啦，或者係冬季運動服啦，白色嘅運動鞋啦，可以孭背囊啦。當日係唔需要帶智能卡，亦都請班主任呢用 App 點名啦。同學記住自備食物同埋足夠嘅食水啦，記住唔好帶容易破碎嘅容器啦，例如玻璃瓶等。出發前呢，同學可以攜帶嘅物品呢有食物啦、飲品啦、相機啦，帶運動外套啦，帶帽啦、搽防曬油啦，可以噴定啲蚊怕水啦，帶備啲消毒紙巾。記住呢就唔好帶嘅物品呢有遊戲機啦，記住唔好帶啦。唔好帶手機，同埋呢唔好帶香口膠啦，同埋玻璃嘅物品啦。旅行期間呢，同學呢大家要守秩序、守時啦，準時到校啦，注意自身嘅安全啦，唔好獨自離隊。如果真係離隊嘅話呢，記住要通知老師啦。外出嗰陣時候呢，要有禮貌啦，愛惜公物啦，小心咁使用啲康樂設施啦，保持場地嘅清潔，記住要將垃圾放喺垃圾桶內。同學亦都要愛護大自然啦，唔好採摘公園嘅花草樹木。未經老師陪同下呢，就唔好橫過馬路啦，注意安全啦。喺車廂內保持合適嘅聲量啦，唔好喧嘩啦，以免影響司機駕駛啦。如果有唔舒服呢，記住要立即通知老師。喺乘車期間必須記住真係必須帶上安全帶。遇到流浪貓狗呢，野豬啊、蜜蜂啊、蜂巢啊、蜘蛛呢，咁大家記住就應該遠離佢哋啦。如果大家遇到黃蜂呢，咁呢記住千祈唔好揮動雙手反擊，應該呢就唔好理佢啦。如果咁啱真係嗰啲蜂群呢連環追捕嘅話呢，咁大家就記緊呢就要立即逃跑啦。記住要用衣物呢遮擋，保護頭同埋頸。一年級我哋去屯門公園，留意指示牌啦。屯門公園裏面呢有爬蟲館啦，咁喺爬蟲館裏面有好大隻嘅龜啦，有啲蜥蜴啊、蛇啊等等啦，咁記住唔好拍打玻璃，以免嚇到佢哋啦。遊樂設施有瀡滑梯、氹氹轉同埋一啲攀爬地方，有沙池，有嬉水嘅地方，有彈床啦。咁同學呢玩嘅時候呢，真係要注意安全啦。如果同學玩到攰，可以去涼亭休息。中央嘅位置會有小食亭，同學注意啦，
小食亭未必開放，自己要準備充足嘅飲品啦同埋食物。洗手間位置，屯門公園裡面有好多水池嘅，咁同學記住唔好接近呢啲水池啦。近住兒童遊樂場嘅附近呢，有維修工程，同學禁止進入啦。2年級去佐敦谷公園，留意指示牌，裡面有迷宮花園、勒杜娟園。兒童遊樂場有沙池，有瀡滑梯，有韆鞦。大家注意啦，佐敦谷公園呢係冇小食亭嘅，佢只係得2部汽水機嘅啫。咁同學呢，其實係要準備充足嘅飲品啦同埋食物啦。大門口附近有飲水機，如果同學想斟水呢，可以去呢度斟水。洗手間位置，佐敦谷公園裡面呢有大片嘅草地呢，可以俾同學仔跑啦、跳啦，又或者可以帶啲帳篷裡面休息。另外呢，公園周圍都有台同埋凳呢，可以俾大家休息嘅。同學可以入去園藝教育中心，去認識不同嘅植物。緩跑徑設施，公園裡面有維修嘅地方啦，同學禁止進入。3年級去馬鞍山公園，正門落車嘅位置而家進行緊工程，可以喺旁邊好窄嘅入口呢進入公園。遊樂設施，小食亭未必開放，自己要準備充足嘅食物同埋飲品。斟水機位置，洗手間位置，大家可以喺呢個大帳篷底下呢進行拍照。四周有少量嘅台凳。公園裡面有維修嘅地方啦，同學禁止進入。另外呢，同學注意啦，近日喺公園發現蛇蹤，請勿進入花圃啦，或者係草叢，免生危險。如果發現蛇蹤，請保持鎮定，立即通知老師或者係公園裡面嘅職員。同學真係唔好嘗試去捕捉蛇，以免發生意外。最後，同學需要注意安全守則，例如私人嘅財物應該小心保管啦，唔好帶備過多嘅金錢或者貴重物品啦，避免不必要嘅損失啦。同學亦都要檢點言行舉止啦，以免破壞個人同埋學校聲譽啦。記住唔好進行任何嘅嬉水行為啦。未經批准呢，同學呢係唔可以擅自離開指定嘅活動範圍啦。如果遇到意外或者突發事故，應該即時向老師報告。學生亦都唔應該離群獨自行動等等啦。最後祝同學旅行愉快。